七正四餘2026年3月初班開始招生，課程以零基礎入門教學。訪陸老師擁有7年的教學經驗，從整體到細節深入探討推命技巧，並整理了7年的星岸數據庫，讓學員輕鬆學習實戰批命。此外，課程還提供 YouTube、Facebook 和 Threads 等線上平台，持續更新七正四餘相關訊息。初班課程分3章節，內容分別有介紹歷史訊息、介紹七正四餘元素和七正元素運用方法。第1章介紹歷史訊息，分別有講解七正四餘的歷史發展，介紹中國歷史上的3個報時系統，中國算命術與報時系統的關係，講解醫院出生時間與命理時間的分別。另外也會有互動練習，包括星盤要看日夜4個案例，星盤看出生月份12個案例，星盤看月相4個案例，星盤看日月食2個案例。第2章介紹七正元素，分別有3個主題。第1個主題是七屬性，日月金木水火土。七屬性應用在11星、12地支、28宿等51個太極點，也會探討12地支與12星座的關係。第2個主題是五行干支，介紹神煞、天星化曜、八字、12長生、納音。第3個主題是連結系統，包括連結方式、同宮、對宮、三方宮、銅鑼，不同層面、11星、12地支、28宿，還會展示星盤在星、地支和宿度的完整連結邏輯，表1、表2。第3章有多個主題，在這逐一介紹。三主的運用方法：命主、道主、身主。數據展示4個星盤，命主、道主組合上有吉吉、吉凶、凶吉、凶凶。會對比星盤中命吉、道吉和命凶、道凶的分別。足用星有5個主題，第1個主題是寒熱調候，會探討需調候月份：熱未申月、寒丑寅月。調候用星的運用：熱用水撥金，寒用火羅和晝日。數據展示4個星盤，夏季有調候冇調候，冬季有調候冇調候，對比有調候與冇調候在人生上的不同。第2個主題力量旺弱，會探討五行屬性力量計算、先天力量、金木水火土屬性在春夏秋冬的力量，後天力量連結上增加力量有生我，減少力量有我生克我，我克。五行屬性旺弱應用：力量強讓減力量的星，力量弱用增加力量的星。數據展示10個星盤，木火土金水命主力量強和力量弱的命盤，對比力量強和力量弱在人生上的不同。第3個主題是餘爐系統，會探討餘爐在星、宮、宿層面的連結邏輯。餘爐的應用分別在星層面：餘爐犯主、餘爐不犯主、餘爐救主、正星救餘爐；宮層面：餘爐犯宮、餘爐不犯宮；宿層面：餘爐劃道、餘爐不劃道。數據展示8個星盤：餘爐犯主、餘爐不犯主、餘爐救主、正星救餘爐、餘爐犯宮、餘爐不犯宮、餘爐劃道、餘爐不劃道，各1個星盤。對比星層面、宮層面、宿層面在犯主與不犯主的運程分別。
第4個主題是喜忌系統，會探討11星思維模式、執行方法、適合職業、負面行為。數據展示超過70個星盤，命主、道主在用星或忌星的運程事件，對比同星而不同吉凶的不同事件。另外也整理了11星職業圖示。第5個主題是四季土，會探討土屬性在四季的應用。數據展示2個星盤，對比土星為忌和土星為用的分別。推運上以動微大限為主，會探討解說宮位數據，限宮1宮 0.00 至 29.59， 12宮360度，後天12宮命宮10至20年，相貌宮10年，福德宮11年，官祿宮15年等等。限宮28宿與年份的關係，展示黃 X 沖星盤完整拆解方法和對應運限事件，解說後天12宮在判斷事件範圍的應用。數據展示24個星盤，命宮、財帛宮、兄弟宮至相貌宮的吉或凶會出現的大運事件，解說動微大限中限宮、對宮、三方宮的應用方法。數據展示6個星盤，對比限宮、對宮、三方宮吉凶的不同事件。果老星格是7正4餘的特殊格局，有對應格局的命主容易獲得巨額金錢或事業上有特殊成就。內容上會解說在星盤中不同組合的名稱和應用方法。數據展示8個星盤，羅繼攔截、羅繼節流、日月夾、拱對照成。主題11星軌跡，會探討星盤出現類似組合但完全不同的人生。問題容易出現在11星軌跡上。內容會解說11星在宮位度數的運行時間，不同星順時針或逆時針運行，解說兩行星運行組合，同一方向前星快，同一方向後星快，相撞相背。數據展示4個星盤，專題探討逆行、零度連結、用星、忌星、朝陽及期。數據展示10個星盤，果老入門分類展示。最後會探討流年，內容會解說 Mora 軟件開啟流年盤的方法，解說限宮與流年的數值關係，流月和流日的數值計算和應用方法，解說流年頂星的計算和應用方法。數據展示7個星盤，解說太歲、小限、十干化曜、神煞的應用方法。開班時間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晚上8點，課程時間每周二晚上8點開始，課程時長1小時加互動練習，共16堂課，採用線上上課，上課軟件 Vo Meeting， 收費每4堂港幣1000元，收費方式 PayMe 轉數快，聯絡 email、WeChat ID、WhatsApp。初班課程 Q&A 問題：線上課程是錄影還是老師教課？解答：課程採用線上會議實時教學，可以實時和老師交流，不是錄影片段。問題：如果有時沒上課，怎麼補課？解答：可以揾老師用線上會議重看影片。問題：課程是不是零基礎學習？解答：課程是以零基礎設計的。問題：有沒有以前的上課視頻可以參考？
解答：可以觀看 YouTube 視頻七證四餘初班2025年第一課廣東話，link 也會放在視頻的留言區。